睇啦喎，係啦，好，用手嚟，嗱，起手，劈，好啦，出到勢，壓到勢，拋刀接到勢，右定失刀，左定失刀，收埋嚟，右撩刀，左撩刀，上步殺刀，迎推刺刀 ，OK， 係啦，低看勢，左提撩，右提撩，背冚刀，低插勢，挑起，上步冚刀，背劈刀，收落嚟，單提刀，揸短氣啦，刺，挑 ，OK， 好啦，劈，收，刺，挑，好啦，踏步上，單刺刀 ，OK， 好，收腳，後腳收前，好啦，轉身抱刀，劈剁進刀，劈，轉刀刃剁，劈，好，跟住提刀上係啦，左撩刀，前頭低冚刀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收退後，好啦，上步收刀，好，用手嚟 ，OK， 明啦喎，咁而家知道一提刀就接呢個咯喎，即係你一上，你個距離就近嘅啦，一近你就一定要縮把，呢個動作叫縮把。真實嘅苗刀，舊有嘅窩刀，後邊一半一定係唔理嘅，係啦，佢點開都好，係啦，佢都唔會開到好多嘅，係啦，真係苗刀，係啦，或者有啲中式嘅窩刀，就淨係開一節嘅啫 ，OK， 大約係20 cm 到嘅啫，即係你當佢一個攬位多少少嘅啫，唔係好多，啊，甚至有批刀，戚繼光有一批刀嗰個吞口。即係個吞口，即係你包銅個位，就一路伸到去好前嘅 ，OK， 係啦，嗰度講緊成尺嘅 ，OK， 所以就冚咗一半㗎啦，差唔多 ，OK， 就係咁嘅概念啦 ，OK。